的，看懂闹念呢，真的哎，开 party 耶！太有趣了耶！哎，不过真的不要再走了啦。怎么？I'm hungry， 肚脐耶哈 ！I'm hungry，I'm hungry，I'm hungry。老豆，你是从嘞？吃大餐。oyster 不错哦。然后还有什么？哦，看起来爆满哦。该条钱再买。哎，可是我想要吃 lobster。钱拿出来，姐想吃。我肚脐冻上的是太馋。I'm hungry and want a bountiful feast. 真的 ，I'm hungry。我肚脐上的是太馋。哦，真的好饿哦。哎，我们去前面看看，我觉得前面好像很不错哎。呀，这个有钱人盘的啦，有葱盖五三，嘛该都有吼。对，沙西米啊。我要这个。你看这青岛骨头拿吗？真的。It's a buy one get one. Okay. It's a very nice. Okay. So you get this one. Okay. Yeah. And then pay in the front. You want an oyster or sashimi? Oh. Because the two different. It's salty or the creamy. 哦，有廿咩咯咧？你以为？对。You can try to half to half. Oh, very good. Good idea. 隔壁人他今天肚脐皮上会是太馋。他真的知道我们饿了。按你有来嘛？我两个太馋哦，拜托 ，I'm hungry。哦，我们会吃太多了。肚脐就要是太馋。没错。等一下这边 ，I'm hungry。等一下了 ，bountiful feast。你肚脐是说是太馋啊？这个还就没好吃呗。等一下就被我扫光了。对啊，快点，从哪里下手？哎呀，不管了啦，来肚脐，然后一身太馋。小猪妹妹好幸福哦！对对，你吃的啊，要换散暗旗，用家大的换散轮麦用吧。西服不错哦，用咖啡拍咖的。哎，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其他 market 看看，搞不好有更好的想法，你觉得嘞？考察。好，先不要说了。来肚脐，然后是太馋。我也是。我肚脐冻上的是太馋。 I'm hungry and want a bountiful feast.